来看屏东的嘉乐火车头外口的滨高道哦，有民众为着要翕火车，佮冲入去滨高道爬悬爬低，是真危险，常常嘛影响到火车慢滚哦。这款真罕古的行为，嘛要予日本的民众铺上网络。代替是表示讲已经向铁路警察局报案咯，警方会调监视器的画面，要求违规的民众到案说明。铁轨路警示的声音一直弹，提醒火车到特别到位。铁轨路边的民众也是无离开，一群人一直把火车翕相，会当听到真侪卡梅拉的声，还佫有人爬起伫安监视器的条仔顶咧占位，都是希望会当翕到好的画面，不过是真危险。安尼太危险了，哎呀，真的太离谱。火车过的话，它还是会有那个风速那些嘛，可能会影响，而且你爬这样，它这个本来就不是给人家爬的啊，这个安全上是我觉得是蛮有问题的。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台铁屏东嘉乐站外口的滨高道。这个月18，有香港铁路作家甲台铁插电机列车包起来举办婚礼，这伫摄影的人为着要翕到列车的画面，走入去滨高道的栅栏内底翕相，影响列车暂停2分钟，甚至还佫叫日本的民众抛弃网络顶。这种喊呱呱的行为，台铁已经向铁路警察局举报，嘛会加强宣导行车的安全。本人取经调阅监录系统，通知当天在场拍摄的铁道迷到案说明，并将函请铁道局裁罚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，行人甲车辆袂当侵入铁路路线、桥、墓坑内底，还佫有站区内底非公众通行的所在，会当罚1万至5万。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为着要翕相，乌白进入铁轨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